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到期提醒。首先，我哋會用函數 ED 計算到期日，打入等於 ED B2 C2 B2 等於簽約日期 C2 等於合約期，之後計算到期日數，打入等於 D2 Today， 可以設定等於或者低於30時出現預警提示，係條件式格式設定中，選擇醒目提示儲存格規則，其他規則，設定小於或等於30，選擇你想顯示嘅格式，當日期小於或等於30日就會作出提醒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